一百斤的时间超过，日头也伫身边，完全是少年时幻灭的酸甘蜜甜。大江的呜，爱下落雨，做伙来呜，音乐才有。大家的呜，音舞情舞，换你来呜，做伙跳舞。你是你是双水，我两千八的。我实在，记录是就是你记住咱来老的散步。做伙来，各地各种也是错，要看让人知。一定在海上，我要小摇滚爱未来。谁人要叫海味61号？我生活伫高雄这个港都，海味就是我的生活。61号就是这间的地址。伫我这，你会当看到足侪用台语写歌的乐团，足亲切的。目的就是咱会当伫这简简单单啊、轻轻松松啊过日子，这就是海味。德伟啊，这3道的啊，这5道的，这要送过哦。3道甲5道，来。你感阮德伟啊，伊当时变遮帅安尼，听讲伊健身呢。嘿嘿。德伟啊，啊是你哦。嘿啊。我是讲想咧，啊你毋是咧帮党的超业去啊？哪会帮我送饮料啊？当然你无用了啊。哎哟。我看你咁要烧草啊，甲你当3工者啊。好啦，啊坐啊，遐坐啊。安尼啦，今仔生活较歹势哦。啊，你看你头一杯你要啉啥？你后讲我请。帮你送3杯，当换1杯，安尼我会好呢。哟，啊看要啉啥？家你点。安尼我要迄个海味61套调好啊。好，来啊，随来吼。嘿。啊是讲哦，咱定伫咧表演的场所见面，但是拢无啥物时间通去开讲。嘿啊。我阁毋知讲你即马几岁？今年34啊。34哦。34算少年啦。还好咧。你现在介意着音乐即个物件啊？差不多伫我9岁的时阵，就迄当时看电视，啊看到伍佰老师代言秘鲁迄支广告，啥物事情？这支上青，嘿，就是迄支广告。对，迄当时看迄个广告的音乐，哦，真适拍，哦，拢甲平常时听拢无共。啊，后来讲母啊去踅街，就看到迄手机高照迄支卡带，就讲妈帮我买一个，安尼啊。后来搁去买迄伍佰老师迄个空袭进步演唱会，我等一支。哦，逐工听，逐工看，会调着呢。嘿咯。迄当阵我就感觉讲，哦，有人会弹吉他唱歌，会当唱到遮帅的。哦。有人会当流到遮帅的，迄个啊，所以我高中的时阵就开始学吉他。啊。高中开始声乐团。哟。就升到即马。啊，这就是讲你要去台北发展，嘛是有着要升音到就对啊。这个问题哦，讲起来就话头长啊。无要紧，来，你的套条。哦，谢谢。来，你哪啉啦？啊，咱先来听党的唱歌，啊，等下转来时阵咱较讲。好啊，好啊。党市长乐团是台湾 rock 乐团的代表。指动讲，要甲乐团做好久长，实在真无简单。不过坚持到底的人，会当得到上尾的胜利。去到100斤的时间超过，日头
也伫身边，完全是少年时苦蜜蜜酸甘蜜甜。大江的舞，爱啥拢有，做伙来舞，音乐才有。大家的舞，你有情有，我你来舞，做伙跳舞。人嘛是起到心，找无你闪闪死死。艺人亲像目睭，路边在海边西，风在吹来干一杯。我讲的舞，爱啥拢有，做伙来舞，音乐才有。大家的舞，因有情有，我你来舞，做伙跳舞。我讲的舞，爱啥拢有，做伙来舞，音乐才有。大家的舞，因有情有，我你来舞，做伙跳舞。你是第三次我2800点。今日是个今日来爱散步，叫你个走也是好好看。今日在海上我要想摇滚海里来。我讲的舞，爱啥拢有。做伙来舞，音乐才有。大家的舞，因有情有，我你来舞，做伙跳舞。海味61号，大家好，阮是董事长乐团。这是我海味61号，是阮帮公司第一代这个新节目所写的歌。海味61号，为什么叫海味61号呢？因为咱高雄这个所在，互咱伫海港规个城市有感觉到海味正重的一个感觉。对，啊，这地址嘛拄是61号。对。啊，高雄场是一个真重要的城市，阮青春的基地。乱来的滋味，爱好散步，希望大家都是跟我同款，多多运动，多多运动，才会在愈唱愈久。好，下一首歌《风中铺陈的花蕊》。风吹乱。冷冷的城市，今夜阁是无聊完暝。过去的花蕊太天气，未来的日子我有准备。新草原，冷风夜夜甜，我咧找你。你走倒去，错乱的脚步，着清醒，打拼的未来才有意义。咱拢是风中铺陈的花蕊，飘浪的人生走找着啥物？花落土叶离去。无论可歹免分天，心袂痛，梦无依，犹原原，目屎滴。
咱无怀疑，付出一切，随风飘去。因善人的命无道理，坚持咱的命，免怀疑。咱拢是风中注定的花蕊，飘浪的人生走找着啥物？花落土叶日记，无论好歹免分天，心会痛，梦无依，有怨有怨，目屎伊。咱拢是风中注定的花蕊，飘浪的人生走找着啥物？花落土叶日记，无论好歹免分天，心会痛，梦无依，有怨有怨，目屎伊。咱拢是风中注定的花蕊，咱拢是用心等待的情志。风若停，梦若醒，画下路途花尽开。咱的爱千万年，就是土地的名字。骨若断，梦若圆，咱是土地的名字。我讲的爱下落做伙来音乐才打到的音有唱我恁来做伙跳舞。咱拢是风中铺陈的花蕊，哪会遮好听啊？党的就是党的呢。人拼27档啊，你当做因作家的物。嘿啊。哟，对啦。头拄你咧讲你要去台北发展，迄原因讲开话头长，还是安那？其实我无想要当伫厝内底。啊？想要证明家己敢有迄个才调，会当伫台北生存。而且想要做音乐的工课，台北也是机会较济啦。对啦，你讲安尼嘛是实在话啦。你人伫台北安尼几档啊？差不多6年外呢。 6档外哦，安尼你即摆应该足惯习台北的生活哦。生活是搁还好啦，但是吼，台北的天气吼，对咱高雄人来讲，永远袂惯习啦。对啦，搁有咧交通是。嘿啊，咱高雄的天气才好着。高雄是港都呢。对啊。咱拢是港都的囡仔呢。你是毋是咧甲我打歌呢？所以啊，咱若是心头咧过规球的时阵啊。 乌多摆徛咧，10分钟，也免10分钟啦，5分钟就到西雅湾啦，会当看海、见海风，甲心内底无爽快，等下去海底，安尼心头才会快活对无？对啦，这嘛是我开吼这间海味61的用意啦。这就是咱高雄正港的海味，无人会当比拼。对。对。我只要有闲啊，我一定会倒来，闻一咱高雄的海味，水气。 这言哦，对我来讲吼，高雄味就是我的故乡味。水，来干一杯。
勇讲，为着理想嘛是加走走，可爱的车，虽然阿斯巴拉，坚持到底，创造美丽的好将来。可爱的车，虽然勇讲，为着理想还是加走走。可爱的车，虽然阿斯巴拉，坚持到底，创造美丽的好将来。谢谢。其实阮团组到今年算26年啊，可爱的车算不离红的一条歌。你生涯代表作？对啊，想的，阮开始算团，阮嘛是用唱台语歌做阮的创作理念。因为平常时做伙讲话拢讲台语较济。我嘛感觉讲唱台语歌是一个足歹的代志。而且讲，咱除了唱台语歌，家己的母语以外，吼，咱嘛有帮助一寡，包括客语啦、原住民语做专辑，吼，像咱旧年、今年啦，帮迄个阿美族的马兰吟唱队，蒋劲新老师，嘿，因这张专辑咱是摕到咱台湾第一个格莱美奖的包装设计奖哦。虽然是包装设计奖，可我感觉是咱台湾的一个起步，后边咱希望讲台湾应该会使走向世界。所以这首歌，我若提出这个歌词出来，大家知影我要唱第一首歌，小等下哦。老板来碗虾的牛肉面。吃一碗牛肉面心空虚，想叫我扫着你无聊的面。吃一碗牛肉面心空虚，想叫我扫着你过红的面。看我你无分一样，你嘛一个念，你这看一大，就是看着人。但是万贯，大家来个关，为了看到你大口嘛敢玩。看着你傻傻的路古巴咪，我心内感觉有香快的滋味。爱情不离个心内三点五一，看着你我连都不买笑咪咪。吃一碗牛肉面心空虚，想要我扫着你无聊的面。吃一碗牛肉面心空虚，想要我扫着你高雄的面呀。牛肉面心爱的牛肉面，心爱牛肉面一碗2块。心爱牛肉面，心爱的牛肉面，心爱牛肉面，我拢吃2块。心爱牛肉面，心爱的牛肉面，心爱牛肉面，大罐15块。心爱牛肉面，心爱的牛肉面，心爱牛肉面，我一定会吃完。好吃啦！心爱牛肉面，心爱的牛肉面。心爱牛肉面一碗10块，心爱牛肉面，心爱的牛肉面，心爱牛肉面，我拢吃2块。心爱牛肉面，心爱的牛肉面，心爱牛肉面，
找我10块，心爱不放心爱不放，无论是爱怎我一定会跳啊！啊，你头仔讲你细汉的时阵，拢听500老师的歌，安尼伊对你影响应该足深哦。嘿啊，坦白来讲吼，500 and China Blue 改变了我一生。哦，安怎讲？就是细汉的时阵，边仔的人啊，嘿听音乐跟我完全拢无共。对，啊，所以我逐工听，逐工 repeat，一直 repeat。我就较介意这种500老师 and China Blue 这种台湾味的摇滚乐。而且啊，500老师有讲过，音乐要有感情才会好听。所以这句我记上深。 500老师这句话真正有影水气。音乐要有感情才会好听。嘿，这倒啊一句话吼，伊就甲这做音乐的简单甲无简单拢讲出来。简单甲无简单，什么意思？但你甲想看卖啊？嘿，咱咧写歌的时阵啊，迄有想法咯，拢是毋是拢对咱身躯边的一寡代志吼，甲写出来的？像亲像讲啥物你是乱啊，你是字啊安尼啊，是毋是？对啦。失恋的时阵啊，记大家啊，哪弹哪唱，啊哪唱，目屎就哪流。啊对嘛。对。所以啦，啊你讲咱这写歌呢，是毋是你迄当时写的时阵，你就感觉特别有感情，对无？但是吼，咱写歌都毋是咱写咱家己爽，对无？你着爱互听众吼，知影你要表达的意思，啊，甲你做伙靠，啊，毋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甲你做伙体会迄个失恋的悲伤啦，哦，你也要做到这点哦，这都无简单哦。汤哥，你讲安尼对，对无？有道理诶。咱借问一下吼，啊，你搭一道失恋，你哭上久？我甲你讲啦，失恋吼，袂哭足久诶啦，是啉足久诶啦，逐摆拢安尼。我知，查甫囝目屎吞北来，来啉啊啉。我讲的爱下落雨，做伙来音乐家打到的鹦鹉唱我恁来做伙跳舞。啊对啦，啊是讲你甲恁团即马，恁团员斗阵了安那？袂歹啊，阮的感情足好呢，逐工拉比赛。就团拢安尼啊。伊志东甲我讲过啊，玩团先玩人，人的问题处理好势啊，其他拢无问题啊。对啦，这句话讲了真对。我来看有足侪团哦，迄人拢安来去啦。哎啊，对无？啊，你甲问一下原因讲，这鼻屎大的代志呢？啊，开个团舞到遐，要死要害安尼，对无？啊，一堆人拢毋知伫遐创啥会，对啦，创啥会啦，对无？啊，规个团舞到散去，你看安尼有啥物意义？对啊，无意思嘛。对，我就是因为吼，咧帮董事长啊，咧处理表演的代志啊，我就伫党的身躯顶学着要安怎甲人博暖，就是讲吼，人甲人之间就是爱互相体谅，啊，互相了解。对啦。人的问题处理好势啊，其他拢无问题，真正。这个部分哦，自动影响我足深的，真正。所以我讲，党哦，真正是咱台湾乐团的老公仔标啦。对。哦，不但因迄音乐好听，伫因身上咱阁会当合适到一寡有诶无诶，毋是有诶无诶啦，但是合适到一寡代志，对无？对啊，亲像我即马，就互自动又去走马拉松。马拉松呢？啊，搁要去比迄啥物迄铁人三项吼，会去真正。你搞。哎，啊，毋过自动安尼嘛是对的。对啊。人的健康是最重要的。堂哥，做伙啊！
你头壳哪有地哦？安那？做去走马拉松啊？我会啊，甲恁去走马拉松，会啊，我会走到一半变马拉松无？袂啦，我甲你讲，莫紧张，咱先莫讲全马42K，咱先走半马好啊，21K 尔。21K。会啊，啊，我毋倒对阮遮，啊，毋来走去。我甲你讲，我遮无偌远啦，就是咱为咱海味61号走去差不多屏东差不多21K。屏东。会啊，会啊，屏东啊。你是讲迄卖金蕉遐有屏东的？无偌远啦，行啦，会啦。小胖，啊，遮久无来啊嘞，遮很热嘞。哎，等我一下，等。你先啉酒，我招待一下人客。你先啉。这会啦，哎。我先啉啊，我帮你报，我帮你报啊，我帮你报啊。等来讲啊。最后一支烟，我就要来离开。这套无了时，幸福是啥滋味？我毋是无爱你，看袂着家己。轰动的过去，挑剔算什么？茫茫渺渺啊，未来伫倒位？爱我你的心，青春无代志，看袂着天光，咱拢是黑暗暝。介意你的香味，莫问我为什么爱我你的心，青春无代志，风中的蜡烛，放地上的手，习惯一个气味，就爱悄悄予伊去，后世人。才提起，最后一支烟，咱就爱来离开。佚佗无了时，幸福啥滋味？爱我你的心，青春无代志，看袂着天光，咱拢是黑暗暝。介意你的香味，莫问我为什么爱我你的心。青春无代志，风中的蜡烛，放地上的手，习惯一个气味，就爱悄悄予伊去，后世人才提起。藏在我心内人较不会去有话。我就是一个无情无义无悔无目屎无命的人，我嘛知社会路行你无情路歹行，一个人的运命本来就是在搏命，我恨我家己爱你，我袂开我。爱我你的心，青春无代志，看袂着天光，咱拢是黑暗暝。
介意你的香味，莫问我为什么爱我你的死。青春无代志，风中的蜡烛，放伫双的手，习惯一个气味，就爱悄悄予伊去，后世人才提起。我讲的爱写落做伙来音乐才打到的鹦鹉唱我恁来做伙跳舞。那差得济，去试看卖好啊。安尼哩，啊，等下遐那个演耍，处理好势啊，即马是我放轻松的时间啦。哎呦，算看卖，唉，无介准。哦。其实哦，写表甲算音乐有足一道理，足相共。是安怎讲呢？嗱，你也看，迄中迄个圆箍仔迄有，迄个点啊，红色迄个50分迄粒啊，迄粒就哪像哦，咱遮乐团想要徛起嚟的舞台。啊，你看边仔遐个表啦，一堆表，就敢若一堆乐团的。啊，迄个点就呾遮细个尔。伊顶悬是会当插几支表。你安尼讲嘛是较有道理呢吼。啊，搁有啦，像咱咧练团啦，就像咱咧练表共款。你对无基础开始，练，甲你会当出去表演，练甲会当出去比赛，啊，甚至你会当得奖。啊，毋过这我甲你讲，这足食阿达哩的啦。吼，昌哥。想袂到你阁有一套个飞镖的理论哦！我要甲你学起来啊！你唔甘嫌，你唔甘嫌。啊对啦，啊等下因着演耍要走啊，你无要做伙，甲因做伙走。啊，因着讲，等下迄劲爆罗咧改变啊，伊就讲会当留落来看。当然你讲对啦，加听哦，加学哦，这是一个好代。真的。就亲像哦，来我示范一下，互你看。哦，你来。哦，这写表毋是一工两工的代志。瞄准。这最后一支表，咱甲写出了，就来听歌。金茂罗雷，伊是伫乡村的海边啊成立的。面对人生甲岁月，用家己的风骨，因的音乐有口水有感性，感化济市内人甲客人车混食。一个正用呐，伊的名叫做小飞侠。有一天，伊食歹物啊，阮叫伊你换的小飞侠，哪会安尼啦？哪会安尼啦？我想袂过天顶飞，亲像鸟仔自由地飞。我来哪会安尼啦？哪
米饭小飞侠。这款的社会，自由的人遐尼艰苦。黑黑的天，雨滴滴落，无法度讲转去啊！妈妈，请你原谅我。黑的天，雨滴滴落。你我的眼睛完全看无路，黑的天，雨滴滴落，我想要出去倒落，是要安怎？是要安？我走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咱是劲爆罗雷，我做劲爆罗雷本人，咱的歌吼，拢是一寡较543的歌啦吼，因为咱这团无啥物话想要讲的，只是想要甲大家安尼做伙耍一个尔啦吼。上尾一条歌，烟枪蒜头。
你予我爱。若是有一件代志会予我烦恼，就是你敢有笑嗨嗨。闪闪，咱歹势在心内。虽然讲你是太孤单，但是我感觉真可爱。啊，你的温柔就亲像天顶的星甲，无量的海。你的风采就亲像小酒，无恁光彩。你甲我时常甜蜜的滋味。我甲你是相同的口味。Forever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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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ve， 小姐，阿姐甲你检查身体敢好？啊，无咱来跳舞好无？好啊。啊，做伙来摇摆。有嘞。小姐，我搁来啊！若是有一件代志会予我烦恼，就是你敢有笑嗨嗨呀？闪闪，咱歹势在心内。虽然讲你是太好的，但是我感觉真可爱。啊，你的温柔就亲像天顶的星甲，无量的海。你的风采就亲像小酒，无恁光彩。啊，你甲我时常甜蜜的滋味。我甲你是相同的口味。Forever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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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ve。有咯有咯有咯有，哎哎哎哎，有嘞有嘞有，哎哎哎哎，有嘞有嘞有嘞有，哎哎哎哎。有咯有咯有咯有，哎哎哎哎，有嘞有嘞有嘞有，哎哎哎哎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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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话讲倒转来，你演到拼遮久啊，敢讲你拢毋捌想讲要放弃过啊？讲无是假的啦，但是哦，只有一个仔尔，真正一个仔尔。我就感觉讲，这条路已经行遮久啊，而且啊，还有真侪贵人咧甲我斗相共。我真正算好运，算足 lucky 的呢，所以我感觉讲，我无放弃的理由。而且啊，我真正足介意音乐，足介意咱算这变啥这物件。啊，这就是人咧讲，这音乐对咱来讲哦，就是一个包着糖衣的毒药啦。真的呢，音乐就是有一种魅力。对，你心情无好的时阵，吉他起来，弹咧唱咧。啊，心情好的时阵，嘛是吉他起来，弹咧唱咧。系啊，我想讲哦，就算讲袂晓做音乐、袂晓写歌的人啊，心情好歹，第一个想的就是音乐，听音乐。你想看觅，咱音乐对咱的人生是偌重要的。对啦，这吼就是我是安那想要开这间店的原因嘛。我想讲哦，会当互咱遮台语创作的乐团哦，会当有较侪表演的空间啊，有较侪舞台的啊。
但是我更加希望哦，来遮看表演的人，哦，因入来呢是会当来遮透一个。我是讲透较松嘿啦，透一个压力的吼，放互松安尼，嘿，你人生就遮困难着啊，唔通想遮济啦，有当时啊放互轻松，对无？真正诶，真正足感谢啊，有海味61号呢，互咱有一个放轻松的所在啊。啊，若有介意吼，就定来啦。好啊。